妈，我爸没在屋里啊。哎，看看后院，他是不是在那晨练呢？喊一声。你拍什么也拍，你出去工作去。照片我拍到了，拿来我看看，你会能拍到？哎呀，大熊，我真的没有看错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你太棒了你！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！你终于成功了！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你走向成功的第一步，你知道吗？你太棒了，我没有看错你。你去吧，我好好看看啊！哎呀 ，Viking， 成功拍到了。你怎么拍着的？哦，特别容易就拍到了。啊，这回呀，我是什么都没落啊，电池、储存卡，最重要的是吃的我没有落下。哎，等，哎，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落呢？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。哎呦，真是够变幻莫测的，连大熊都拍着图片了。米小米，我跟你说，你得上点心了。你要再弄不出东西来，木板肯定得批你。我不是不上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拍人家八卦又是花边新闻的，对于人家隐私，我总是不知道拍什么。要不这样，我这儿有一线索，你想不想去啊？什么线索呀？刘主任，怎么样？这些钱。是这儿吗？是这儿，没错，丁玲说的就是这儿。咱们这么鬼鬼祟祟的，会不会被人发现啊？不会，咱俩做的正常一点儿，就算被人看见了，顶多以为咱们谈恋爱的呗。哦，哎，以后你有这种活儿，别记得也叫我。快去出来，快下来！哎，你快点啊！哎呦，我也想啊，你别催了。
什么情况？哎，你别管人家了，说不定家庭暴力呢，对不对？那这小孩哭得也太惨了吧？说不定后爹后妈呢，说不定加上晚上作业还没做。我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儿，我也哭得这么惨。别管，校长，看好了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你看这车，玻璃那么黑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确实很遭人怀疑。什么情况？那小孩好像还在哭呢。哎，快来快来！哎哥，买卖能咋了嘛？人没看上孩子，那你说咋弄的嘛？3万块钱不砸在咱手心了吗？啊，行，没事。那你让我现在回去。好。跟踪他们，疯了吧？人家是犯罪分子，把你杀了这么大件事，不讨你自己的事儿，绝对是一大新闻。哎，你来了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儿，要什么要命要紧害怕啊？了。咱们还是掉头赶紧回去吧。快点，哎，你别让那个车挡着，人家会看不见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别太近了，别太近了。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我，一个角落就能开出花朵，让年轻的心想做就做，不要沉默，不要被蹉跎，让欢乐和眼泪一路高歌，一点花火就能活力四射，在这一刻我大声说，大声说，我要我的命运由我掌握，由我选择，由我来决定怎么过，多少路寂寞走过，多少风潇洒吹过，都将是我珍藏在心中的快乐。哪家啊？不知道，找呗。是这家吗？啊，你说，男娃有吗？快打电话报警。行嘛，明天下午3点车库见。行，那说好了啊，好，老大，
这回这孩子吃都不错，能买到家里。那也是嘛，我是老大，明天下午你带这女孩，这娃带着这娃啊。啊，行行，去那儿3万块钱啊。行。哭啥呢？快哭！再回去揍他！带走，走，快，快点走，走，走了，大坏蛋！走了，走，走。耶！你说我爸走了也快1个多礼拜了，你没发现什么问题吗？出问题了？你妈，哎，我觉得自打我爸走了以后，你妈就没笑过。哎，你适当的开导开导你妈，别得了相思病。是，我妈相思病，你爸才得相思病。那还不都是因为你爸不吱一声就走了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？那你要是不反对我爸跟你妈好，我爸能走吗？你知道什么呀你？懒得跟你解释。跟女人真是没法讲道理。懒得跟你解释。啊，困死我了。还困呢？你这一天睡多少小时？10几个小时啊！自打怀孕以后，你现在是吃了就睡，睡完了接着吃，什么活也不干，什么运动也没有，都快成猪八戒了。那你呢？我是你大师兄。我妈怎么还不来？赶紧叫叫去啊！妈，哎，吃早餐了啊！哎，好，快点儿，来了。妈，快点吃啊！没什么胃口。行，谢谢。哎。妈，我们俩吃好了，先走了。啊，走了。嗯，哎。哎，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一想着要当爸爸了，我就是做梦都能乐醒了。真的，我发现自打你怀孕之后啊，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，越来越漂亮。嘴可真甜。真的。哎，别那么好好开车。呀，爸来电话了。啊？靠边停车。对。现在是3个人在车里面，注意安全。没准还是4个人。真是我爸。哎，爸。小子，小米跟我的大胖孙子都挺好的吧？哎呦，挺好，挺好，特别好，你就放心吧。我们俩都去复查2回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呵，还不知道呢，你怎么着也得2个月以后才知道。是
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没有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怎么着也得2个月之后才知道男孩跟女孩。你现在起了，到时候不也得重启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回你可千万的要注意啊，可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啊！放心吧，妈，现在小米就是咱们家的大国宝，我天天就把它当大熊猫伺候着呢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到时候绝对给你生一健健康康的大胖小子。等小米快生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到北京瞧瞧你们去。行，你放心，怎么着也得小半年才能生呢。啊，有什么事儿我给你打电话。你怎么样呀，爸？我挺好的，你呢？别忘了到时候给我打电话。我挂了。啊？嘿，挂了。你看我爸对你多关心啊！啊，我跟你说，连问都没问我，一听说你没事，咔挂了。你瞧瞧，你爸挺好的。挺好，他没事，还是原来那脾气。行了，赶紧开车吧，大师兄。哎，你说老婆，咱幸亏有这么个丘比特。你说要不你一怀孕挺个大肚子还得挤地铁，你说我得多担心你啊！那不得谢谢我呀。英明的决策。左眼皮跳跳，好事要来到。不是要升官，就是快要发财了。左眼皮跳跳，吉祥的预兆，不管男孩女孩，也让我们心情好。哎呀。好。老爸，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啊，跟王琳琳怎么样了？我们也挺好的呀。啊，挺好的。啊。你们不离婚啦？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还盼着你爸离婚呢？不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这么关心的吗？哎，行，你们俩不离婚就好，祝你们幸福啊，开开心心的。好。那不多说了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又不理了。谁呀？谁呀？是我呀，淑华。吴老师啊，什么事儿？有一点小事情啊。啊，那您就在外面说吧。在外面说呀？在外面说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您就说吧。哦，好了，我向你告别来了啊，我要走了。您要上哪儿去啊？哟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，儿子从美国呀回到上海了。哦，在上海定居，接我到上海去跟他们一起住。嚯，您这是说走就走啊？人生就是这样的，来去匆匆。我年轻的时候一张调练，我就到北京来了。现在儿子一个电话，我要回到上海去。啊，那您什么时候走啊？还有2个小时啊，车子就接我了。哦哟，那您进屋坐会儿吧。啊，不了。我来送你一个小礼物。哎呦，您瞧，您真是的，不好意思，干嘛呀？还送我礼物？你看，这是，嚯，这我自己画的。啊，嚯，真好呀，画的。怎么就一只鸟啊？我们都是孤独的嘛。哎呀，您瞧，真是的，您这临走还送我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该送您个什么礼物啊。哎呦，你送了我很多的快乐的。你的音容笑貌啊，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了。那，您这房子就这么空着啦？房子已经卖掉了。哦，卖了。卖了一个大学教授啊。哦。就外国文学的。哦。人非常好。老婆啊，刚刚死去啊，她在老房子里头住不了了，心里非常难过的。一看到我房子呀，非常高兴的，一下子就买了。
好了，这位呀，再见。这位，多多保重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再见，吴老师。再见。真够背的，又搬过来一孤寡老头儿。别哭了行吗？怎么了这是？李大夫，又让刘主任给批评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一天到晚你别老摆弄你那破手机，没收了吧？怎么了他？你自己问他。你怎么了？金大夫，我得病了。你得什么病了？白血病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大夫已经确诊了，我今天是来医院辞职的，后来准备向你道别的。哎呦，你说这段时间，你看你蹦蹦跳跳的，嘻嘻哈哈的，一点都没有任何征兆啊！也没见你瘦过，你说你一直老是跟我嬉皮笑脸的，是吧？我也知道你，其实你挺喜欢我的，我其实知道。但是你说我确实是结婚了，所以我，哎呀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乐观，好吧？金大夫，我就是想说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在我走之前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真心的拥抱啊？哎呀，你看小雪真是，你别说一个拥抱了，这就是如果抱一下能挽回你的生命，是吧？抱一天都可以呀。小雪，咱们一块儿战胜病魔。你说这一下我确实有点肝肠寸断的感觉。你放心，有我们在，咱们一块儿战胜病魔，咱们一块儿。雪小。不是的，这白血病还有这个症状。小雪，我知道你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，咱们在一起。我结婚了。是我结婚了，你结婚了啊？是我知道你还没结婚呢，确实对大家来说都特别突然。所以小雪，你真的。我老公。耀雪，不准跟我开这种玩笑！你给我张纸。金大夫都当真了，你知道吧？生气了，他还没有祝福我呢。这敏儿回来啦？哎妈。嗯。怎么了？你来啊？怎么了？来，我跟你说，干嘛呀？神神秘秘的，怎么还？来坐着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妈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别伤心啊。哎呦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你妈现在练的这，当然了，也得看什么事儿。就是我爸和王琳琳他又不打算离婚了。嗨，不离不离呗，这好事儿啊，这是。你不难受？嘿，你真行，我难什么受啊？你真可……我告诉你，敏儿，就你爸这种人，哪个女的能跟他过得下来啊？哎，王琳琳要跟他离了婚，他不得绕一圈还得回来找我呀？那我不还得受2茬罪啊？哎，我不得难受死啊！哟，我不得……哎呦，真是……哎呦，天谢天谢地吧！哈，
这事儿也怪我，说当初我真以为我爸跟王琳琳铁定能离婚呢，结果害得你跟你那白马王爷，不是白马王子，也没好成。你别怪我啊！行，明儿，你别说这个了，明儿啊，真的。干嘛呀？你妈是那人吗？你妈压根儿就没想找。说实在的，你妈要是想找，那得乌泱乌泱的，得排成什么样啊？那不得跟70年代卖白薯似的，这满胡同里挤的都是人，真逗。是啊，像我妈这样的，这无人能敌，无人能挡。你要真想找，那迷倒一大片。真是，你真不难过呀？我告诉你，谢谢你爸，谢谢王琳琳，感谢生活，我逼他好好庆祝庆祝这事儿。正好。我爸为了跟王琳琳不离婚这事儿，也要庆祝一下，说约咱俩一块儿庆祝一下，包间都订好了。今天晚上我不去，不是别介呀，我都答应我爸说一块儿。哎呀，不去，你让我说几遍呀？不去，不去就不去吧，这那么多遍不去，那复读机呀。谁呀？我是邻居。楼上203的，不是吴伯伯吧？吴伯伯搬走了，又搬过来一老头，还独身，也是个老师。你妈这后半辈子确实没什么运气了。您是？您好，对不起啊，我是楼上203的，新搬来的。有这么件事儿，我要去上课了，可是家具公司的车迟迟不到，说还有1个小时。那么这个钥匙托付给您，您把我门打开，让他们进去，这事托付给您了。就这点事儿。您等会儿啊，您是那个吴老师搬走之后，您搬到他们家的那个？对，203，我新搬来的，我姓蒲。您好，您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您进来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没事，您进来坐会儿。不打扰了。没事，倒点水去。干嘛呢？您坐下。就这事儿，我说完了。没事，我跟您说，我还有事儿跟您说呢。我告诉您啊，就这小区啊，有1个小卖部，还有一小诊所，另外物业在哪儿您肯定不知道吧？我干脆拿张纸给您画下来。我知道了啊，我去过了。哦，去过了。喝茶。谢谢。那有一件事您肯定不知道，就这小区里头有只狗，叫嘟嘟，疯掉了。哎，逮谁咬谁。您见着嘟嘟，您可得躲远点儿。这事我还真不知道，谢谢您了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是吧？这事儿真是托付给您了。行，您放心，真是感谢您。哎，没事。下了班我再来打扰。行大概是8点钟吧。8点没问题，几点都行。再次表示感谢。没事。我告诉您，我不睡，我就等着您啊。您踏实谢谢工作您的啊。再见啊。哎，行。怎么个意思啊？我感觉吴伯伯附体了。附体？妈，我担心你将来会成为女版吴伯伯。别胡说八道！这，哎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你爸要庆祝啊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不去吗？谁说我不去呀？我必须得庆祝啊！我得好好庆祝啊！但我8点钟之前必须得回来。我得给人开门，我得留钥匙。说变你就变的。当然啦，人生嘛，瞬息万变。点儿了个点儿，点儿了个点儿。我说山东老汉武二郎，武二郎，武二郎半夜上茅房，一摸兜没有纸。点儿了个点儿，点儿了个点儿。今儿到底是什么日子呀？不是什么日子呀。非要请大家吃个饭，得有喜事儿。真没喜事儿，那你还至于叫这么多人？对呀，人多热闹嘛，好好聚聚嘛。真的没别的意思。哎，我叫你通知，你都通知了吗？我通知我姐，还有我姐的一个朋友都通知。好的，他俩肯定能准时到。好，还有你朋友啊，你都通知。应该快到了。我姐这人从来不迟。哎，你找谁呀？我还以为谁呢，我都没认出来。您赶紧坐，爸，我给你介。
我姐呢？她刚……你小薇怎么回事？不说好了吗？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我，一转眼怎么就没了？才来的呢。我介绍一下姐，我姐你婚礼的时候你见过吧？对，我是见过，都被我前妻搅和，我们没顾上介绍和说话。表姑父，对吧？啊不，这位怎么称呼？那个这是姐夫。哦。什么姐夫？谁同意了？哦，那是准姐夫哈，在杵着。对。那小表姑父哈。哎，没也不是说这各行各教，都是出五福的表情。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。谁呀？想好了再说啊。这唱歌哦，飞行。对，唱歌也像。哟，我唱的可好了，我跟没来你说。全呢人。妈。嘿，我以为我们最后了呢，怎么都那么慢你呢？这打扮的什么样啊？怎么了？十八大喜庆，你怎么穿一身黑来呀？黑才是隆重的，懂不懂啊你？你这黑的不像隆重，样子难看。神经病！你点菜了吗？这不没到齐吗？嘿，你点菜还用人到齐？你让人家点，你点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这事你不操心了啊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没来呀？堵车，有点迟到。是不是好哥？好，赶紧坐下吧。姐，你好。赶紧坐。叔叔好。有一点面熟。哎，我大学同学丁玲啊。哦，对。婚礼上的时候见过。哦，是见过。哎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一般在这工厂不太看女生。花你认识吧？婚礼上就我跟叔叔熟。哎呀。哎呦。什么情况这是？情侣啊。别藏了，都看见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说吧。那个，小米，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纯属偶然。水到渠成。你吃完饭赶紧终成正果了。哎，你看点不点菜，吃不吃？光干聊啊，咱们。离年还没到。哎，是不是你们家请客呀？这主人老不到晚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赶紧点菜吧，我还有事呢，我8天以前得回去呢。干嘛呀？到齐呢，再待会儿忍一忍。怎么着？我让人家在门口等着，那多不好。不是你8点到底有什么事儿？8点。帮人搬沙发。那个我人手不够，我去。对呀，一人就大办了。胡说什么？你快点吧！你不等，我点。那就出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叫服务员。没事，我姐夫容易有时候着急。啊，对，性子急，容易冲动。不是有点像泰森。哥，你吓我一跳。急了能。姐，你照顾好他，别出来。快点吧，要不然我也快急了。点在看呢，我已经在看。你老看，你快叫服务员啊！你不操心啊？好吧，你这个。叫人了吗？你。哎，这位泰森先生，你不让讲话了。你好，请问5星的金6福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这都到就等我。哎呀，快，就等你了。我坐头。真是就等你了。这快。这穿的好，穿睡裙来的。好。来，这样咱们把酒杯都端起来，咱们就过电了，不站起来了啊！咱们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好，开心快乐。来，明儿不喝啊，乖。而且呢，来，吃好喝好。来吃吧，明儿。实在吧。甭管我。吃牛肉。你别老转去啊！怎么了？没事，慢慢用。来，你们先慢慢用啊，没事。卡着刺儿了，呛着了。没有啊，不，他也好像是那个想吐，是不是反胃啊？没事。那个金亮，你帮我招呼客人啊！小亮，你帮招呼大家啊！哎，我去看。我看出问题了，这是有了。干嘛呀？干嘛还咬耳朵啊？有什么话说出来。他说他看出问题来，王玲玲应该是有了。完了。怎么了？什么完了？你把那财产你少一半。哼，
你现在主要还是要注意休息，不能老活动。你要想动啊，你就在屋里啊简单散散步就可以了啊。你的药放在床头了，按时吃啊。哎，怎么着？今儿这范儿拿的跟主任似的，你升官了啊？没有啊，我没得罪你吧？没有啊。那你刚才干嘛不跟我打招呼，也不理我呀？哦，对不起啊，金大夫您好。怎么这么别扭呢？你不觉得别扭吗？不觉得呀。我觉得你今天不太正常。我怎么？哦，你是希望我是金大夫的小老婆呀？我也觉得不合适。我现在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人，我们之间只是同事关系。还有，以后请你不要再骚扰我了啊！大哥，哟，金大夫，哎，上次教你那个瑜伽那个猫式，回去练了没有？每天5分钟啊，效果很好的。你别再骚扰我了。李小米，你拍过的照片我看过了，你要是还想来我们新闻社的话，可以和你们领导打招呼。真的，谢谢雷总。爹亮，爹亮，干嘛呀？成功了。什么成了？你还记得我上次拍那组拐卖儿童的照片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我把它发到了雷总的新闻社。刚才我来的时候，雷总的车唰就停到了我的前面，他摇下了窗户，酷酷地对我说：“李小米，你发的那组照片我看了，如果你还考虑来我们新闻社的话，你可以跟你们领导说了。”真的，小米，太棒了！哎，我怎么跟木板说呀？哎，你说他会不会还拿合同约束我，拿法律吓唬我啊？不知道。不过我觉得吧，木板这个人，你别看他平常挺娘的，真正的时候不含糊，心地还是挺善良的。那倒也是。那我去说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我这腿还真有点哆嗦。你说什么？雷总的新闻社要调你？是啊，雷总亲口跟我说的。哎呦，小米啊，你可真是把我蒙到了，你蒙我呢吧？我没有，我说的是真话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没事吧？工作忙着呢，忙去。不是，木白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没骗你。我告诉你，小米，年轻人做事情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儿，别这山望着那山高的。我把话给你撂这儿，雷总的新闻社要是调你，我木字儿倒着写。老穆啊，哟，你还真看得起我。老雷，你怎么来了呢？我就是为小米这事儿来的。啊？小米，这事儿真的呀？我跟你说是真的了。小米，这事儿我和你领导谈，你先忙你。好了，李总。忙去吧，忙去吧。快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不要被错过，让欢乐的眼泪一路高歌，一点花火就能火力四射。在这一刻，我大声说，大声说，我让我的命运由我掌握，由我选择，由我来决定怎么过。多少路寂寞走过，多少风潇洒吹过，都将是我珍藏在心中的快乐。
多，让欢乐和眼泪一路高歌。一点花火就能活力四射，在这一刻我大声说，大声说。我让我的命运由我掌握，由我选择，由我来决定怎么过。多少路寂寞走过，多少风潇洒吹过，都将是我珍藏在心中的快乐。我要我的梦想任我执着，任我挥霍，任我来决定怎么做。我和你分享承诺，让生命更加欢乐。我要让我们有更精彩的生活。